今日我哋又一齊做間歇性步行運動，呢個係綜合運動。我哋除咗練肌力、練心肺，仲會練埋柔軟度。今日我哋嘅主題就係練肩膊嘅柔軟度啦。等陣間我哋開始做運動嘅時候，請大家留意呼吸，留意我旁述。喺我哋未開始做運動之前，我哋都先掹一掹個身，將身體去返個比較理想位置，然後先開始練習。呼氣，遞手上天花板，拉直個身。呼氣，伸手向兩邊，打開心口同膊頭，收緊上背。呼氣，收緊整個核心。呼氣，撐直髀肋，調整盤骨嘅位置。第一個行路係熱身，眼望前方，收下巴，保持良好姿勢，雙手擺側邊，前後擺動，腳掌先落，然後到腳踭，輕鬆咁行得啦。全程係用鼻呼吸。到做動作嘅時候就改為鼻吸口呼，咁樣個運動效果係會好啲嘅。吸氣，握住拳頭，縮起兩個膊頭，收住個肚腩，提腿。呼氣，打開啲手指，盡量將個膊頭拉低，隻腳就翻返原位。吸氣又再重複，先縮起膊頭，然後伸展，會令到個伸展效果更加好嘅。呢個動作嘅重點就係拉鬆個膊頭。我哋揸拳頭，縮起膊頭，同時可以收緊手臂嘅肌肉。平時我哋提腿多數係用呼氣嘅，因為配合呢個動作，所以改咗吸氣。吸氣嘅時候收肚係比較難少少嘅。如果我哋要提腿提得好，咁大腿前面嘅四頭肌就要用多啲力啦。繼續行路，要維持良好嘅姿勢，其實就係練緊肌肉嘅力量，有伸展，有收緊，姿勢好啲，人都會精神啲嘅。吸氣，升高膊頭，隻手貼住個身。呼氣，膊頭向後轉，後面肩胛骨上面肌肉好似黐埋咁。吸氣，雙手握拳，向後拉，一隻腳直伸去後邊。呼氣，手腳返原位。吸氣，重複。做嘅時候要保持腰骨直立。向下轉膊頭嘅時候，唔好突個心口出嚟，膊頭同埋心口上方有拉開嘅感覺，上背又有收緊嘅感覺。雙手握拳要用力，兩隻手臂又有收實嘅感覺。隻腳盡量伸直向後邊，伸展埋後腿嘅肌肉，全程要收肚，保持平衡。繼續行路。吸氣，握拳，曲手踭，屈去後面背脊，指住對側嘅膊頭嘅地方，手指拉返直，同側嘅腳交叉喺後面，另一側嘅手就向前伸，打開手指。吸氣時返返原位，再重複另外一邊。做呢個動作，下肢嘅動作係好輕鬆嘅，
主要集中喺上半身。如果膊頭好硬，動作嘅幅度可以減少，唔使勉強嘅。多啲練習，慢慢就會進步噶啦。繼續行路。吸氣，隻手升到膊頭咁高，呼氣，提腿，雙手揸住拳頭就向後轉5個，隻腳就係一下一下跟住5下之後向前面轉圈，然後重複。呢個動作比較快，就唔使刻意諗幾時吸氣，每一下喐出都係呼氣，你自然就會吸氣噶啦。如果個膊頭比較緊，咁轉圈嘅時候可以由細圈開始，慢慢變大，或者一路都做細圈。握實拳頭嚟打圈，可以令發力更加穩定之外呢，亦都可以收緊手臂。打圈時記住保持膊頭嘅高度嚟到打。繼續行路。而家想像身體中間有條中線，心口向住前面，雙手貼住個身，吸氣，一邊膊頭升起，同側嘅腳踭趌起，呼氣，升高膊頭嗰邊，上背收緊，膊頭轉去後邊，同時要收緊腹部，微微開胯，膝頭哥向外指。腳趾尖好似圓心咁向外少少，對住膝頭哥嘅方向。腳轉嘅時候，盤骨都有輕微向後轉。呢個動作除咗增加肩膊嘅靈活性之外，同時可以收埋上背同埋腹部添。如果覺得轉隻腳好難呢，亦都可以改為企喺度輪扭腳踭離地。繼續行路。先企好，雙手貼身，呼氣，雙手揈去上面，一隻腳踏前，吸氣，隻腳翻原位，雙手揈翻去後邊，盡量揈高啲，呼氣，另一隻腳踏上前，雙手又揈翻上去，吸氣又翻原位，重複。呢個動作都係要好專心同埋量力而為，因為比較快。同埋做嘅時候要收好肚腩，保持平衡。每次隻手揈上去嘅時候，要重新拉長個身，咁收腹嘅效果更加好嘅。
最後一個行路啦，呢個係放鬆翻個身體嘅啫。示範又已經完畢啦，今日嘅動作都係比較容易嘅。如果大家有咩問題，可以留言問我㗎。好啦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